蔡英文到5月20号就职满6周年，在野的阵营体检到蔡总统的政见，时代力量来批评，厝价也是真悬，公托的量能也是不足。若民众党讲防疫的政策真侪乱象，政策一变再变。国民党的智库认为，当初提出要来起20万户的社会主体政策跳票。若民进党的立委就较侪好话咯，讲伫蔡总统的执政之下，外交、财政甲经济表现拢真显白，也毋过疫情厝价等等的面向，也阁有努力的空间。5月20日是总统蔡英文就职6周年，在野的阵营伫今仔日对蔡政府的施政体检，国民党智库批评居住正义和少年人计薪的问题，要是无解决。把它新建中、规划中都算进去好了，总共也12万户，所以社会住宅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明显跳票。比悲伤更悲伤的是，就是确诊数比我的薪水高。国民党智库认为，少年人失业率高，国计薪厝价煞真悬，嘛引起立法院时代力量党团批评。房市炒作还是一门非常好的生意啊，从房价到租金，还是一路的水涨船高。年轻人苦不堪言，买不起房子，也租不起房子。全国0到2岁的公共托育量呢，却不到1万人，而且城乡差距非常的大。呼吁蔡总统实现2020年大选的政见，立法院民众党党团嘛批评中央的防疫政策根本就无做好准备，超前部署不要沦为口号。我们的政府防疫政策杂乱丛生，配套不足，政策一变再变。蔡总统执政第6年，外交关系创历史新高，台湾财政经济成绩斐然，包括疫情、房价和开国门等，都还有努力空间。执政团队会继续努力。在野党轮流来批评，连夜立委嘛出面来说明，国民党和民众党的立委嘛讲，19号会伫立法院的卫环委员会审查上架工资法的草案，希望连夜卖拍假球，让法案伫5月底会使伫立法院三读通过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